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7月2号。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就在7月1號，中指研究院公布了6月份中國樓市的一些數據。根據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數據6月份100個城市的二手房是在加速下跌。當然了，這個新房是4連漲。我們先看一下中指研究院數據顯示6月百城新建住宅均價17184元每平米，環比上漲0.16%，同比上漲2%。這已經是今年2月以來連續第4個月上漲，新房成交量和價格都在上揚，看上去一切都好。但是新房價格我們一直說的這個沒法去比较，因为它是4代住宅，你要算它得房率，這就比較複雜了，是吧？但是不管怎麼說，人家統計出來新房反正是價格在漲，17000一平米。那麼二手房這一下就亂套了。6月份百城二手住宅均價12639元每平米，環比下跌0.42%，環比上個月又擴大0.1個百分點，也就是環比是加速下跌。100個城市裡面88個城市在跌，只有12個城市沒跌，在漲。1、2、3、4線城市全線下跌，跌幅從1線城市的0.16%到3、4線城市的0.48%不等。1線城市新房價格環比上漲0.27%，同比上漲5.1%。廣州漲0.8%，上海漲0.42%，深圳漲0.15%。這個新房價格漲的一個是得房率高了，還有一個就是什麼？因為現在成交的都是改善，也就是豪宅，豪字打個引號，那這些高價樓盤多了，把這個新房價格就給帶上去了。普通剛需盤怎麼樣呢？實際上剛需盤賣不掉，剛需都去了老破小，要不然老破小不會那麼火，就這麼簡單。二手房跌的可是真金白銀，6月份跌幅擴大，也就是說以價換量在繼續。房東想賣房就得繼續降價，上海是個例外，上海是二手房房價還環比漲了0.1%，但是它漲幅也減小了，已經漲了4個月了，它是漲幅一個月比一個月小。而深圳也是從跌轉漲，微漲0.03%，相當於沒漲，同樣也是漲幅在收窄。上海6月二手房成交25158套，比5月少了3000套。所以成交量是吧，也是斷崖式往下掉，但是大部分城市還在失血。廈門二手房跌幅超過1%，就是環比。佛山、蘭州跌超0.7%，長春、南京跌超0.6%，一個月就跌了1%，什麼概念？實實在在的自長縮水。中指研究院他給出的結論叫結構性分化將進一步加劇，修復主要集中於優質板塊及好房子項目。也就只有少數城市、少數高價盤新房價格在漲，大部分房子還在跌。那有人就說了，100個城市居然還有12個城市價格漲的，不光是上海，對不對？那11個城市是誰呢？我們來看一看，東營環比上漲1.38%，烏魯木齊0.53%，淮安0.43%，新鄉0.39%，宜昌0.21%，上海0.1%。銀川0.05%，昆山0.04%，深圳0.03%，洛陽0.01%。除了上海、深圳這兩個地方說盯着的，其他這些地方你說它房價漲了，我估計當地人都不信。宜昌說房價漲了，東營漲了1%，這些地方恐怕都是偶然現象，是吧？某一兩套房子或者幾個房子賣的貴了一點，一下就影響了房價。跌幅前10名的。我們倒着數，阜陽跌了1.73%，聊城跌了1.17%，金華跌了1.16%，唐山跌了1.15%，廈門跌了1.13%，連雲港0.97%，揚州0.95%，包頭0.88%，呼和浩特0.84%，湛江0.84%，都是環比跌這麼多。簡單點說就是百城二手房加速下跌，6月份，那你說7月份怎麼辦？8月份大家自己就能得出結論。這是中指研究院公布的數字，過上10來天，國家統計局它也會公布70個大中城市的數據，到時候再看。這裡面比較特殊的就是
廣州。為什麼要說廣州呢？根據格隆會報道，廣州6月二手住宅完簽量同環比均下降。廣州市房地產中介協會發布6月廣州二手住宅市場交易月報，受端午假期和高溫、強降水天氣等因素影響，買家看房難度增加，交易意願明顯減弱。2020年6月，廣州市二手住宅完簽套數和面積分別為8740套，面積是88.89萬平米，環比分別下降12.4%和10.68%，同比下降達到了9.8%和7.7%，同環比都是大幅下降。廣州是一線城市中最早放開限購的，它現在已經沒有任何限購了，已經脫光了。現在就是這種局面，二手房同環比大幅下降，這個給一線城市還有上海、深圳是一個參考。未來走勢的大家心裡都有數，所以我們看一看經濟學家馬官遠，他今天又發了一個關於樓市的判斷，所以我就上他的微博看了一下，他是這麼說的，他說最近關於房地產市場有2種截然不同的聲音，一種觀點認為北京、上海等一線城市成交量持續回暖，房地產已經見底，新一輪上漲即將開始。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房地產開發投資、新開工面積等核心數據仍在大幅下滑，現在談見底還為時尚早。那麼房地產到底有沒有見底？马官遠說，他說我認為判斷房地產市場不能只看房價，也不能只看成交量，而是要同時觀察4個維度：供給、需求、庫存以及政策。我先不說這個，馬官遠已經多次做視頻說了，一線城市房價已經穩了。他多次，不是一次，多次做視頻，在節目裡面自己說一線城市房價已經穩了，沒有穩的是2線還有3、4線。他去年就說了，今年又說，我不知道今天他要說什麼新的觀點。他說把今年上半年的數据放在一起，我有4個判斷，再一次判斷。他說第一個，供给端仍然偏弱，房地產還沒有真正企穩。先看供給端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今年1到5月份，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降16%，新開工面積下降20%，竣工面積也繼續下降，房地產企業整體投資意願依然不足。這些數據說明什麼呢？說明開發商仍然是去庫存、降槓桿、修復資產負債表的階段。說的這麼複雜，房地產開發商現在正在保命，在那懸崖邊上苦苦掙扎，在 ICU 病房裡，對吧？與死神做鬥爭。而如果僅從供給端來看，房地產市場很顯然還處在上一個周期的尾聲，也就還沒見底。第二，他說需求端已經出現回暖，但這種回暖是局部的。如果說供給端還比較弱，那麼需求端已經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。從今年3月份開始，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深圳4個一線城市以二手房為代表的市場出現了明顯的反彈。過去4個月，北京二手房成交量保持 1.5 萬套以上，上海連續4個月保持在 2.4 萬套以上，廣州、深圳成交量也持續運行在市場榮枯線上。我剛才已經說了，廣州二手房6月份環比、同比都是巨幅下降，這個給其他的一線城市敲響了警鐘。但是馬官遠他不這麼認為啊，他認為什麼在榮枯線以上，成交量恢復之後，價格也開始出現變化。過去幾年，一線城市新房和二手房價格長期承壓，而今年部分月份已經出現環比上漲，這是此前比較少見的現象。與此同時，杭州、成都等人口持續流入、產業基礎較好的強2線城市也開始出現成交回暖和價格企穩的跡象。這說明房地產市場已經開始出現修復，但這種修復主要集中在少數核心城市，而不是在全國性的全面修復。第3個判斷，它是全國房地產最大的特點不是復甦，而是分化。除了少數一線城市和熱點強2線之外，全國絕大多數城市仍然處於調整過程中。國家統計局公布的70個大中城市房價數據顯示，環比上漲的新房和二手房城市數量仍然只有10多個，大部分城市房價依然處於調整狀態。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的房地產反彈更像是一種結構性的修復，而不是全國房地產市场同步進入新的上漲周期。我認為這種分化未來還會越來越明顯，好城市核心資產會率先反彈完成築底，而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房產仍然會處在比較長的調整周期，房價回到以前的高點尚需時日。他這個觀點就已經開始搖擺了，他
去年，實際上他2024年11月份就說一線城市北京、上海已經穩住了，後來25年給他來個補跌，這臉都打腫了。好，25年好像出台政策是吧？應該他又說，我認為樓市穩了，一線城市，結果26年他又跌。那到了26年小陽春，他做了好幾個視頻，他說一線城市已經穩了，2、3線城市沒有穩。他現在又說什麼好城市的核心資產會率先反彈，完成築底，而大部分城市、大部分資產仍然會處在比較長的調整周期。房價回到以前高點尚需時日，他已經開始又往回退一步了，說好城市核心資產現在還在築底，你還沒穩嗎？這是啥意思啊？穩住了就是往上走了，对不對？或者就不掉了，对不對？就是穩住了，它現在叫築底。實際上很明確的說，這幾個月反彈的環比略有反彈的城市，實際上它是在做一個高台跳水的動作。那後面還是要按照廣州那個趨勢來走，當然前提是不出政策。如果它9月份再出個政策，那又干擾一下，就這意思啊。如果沒有政策，那就是已經，對吧？跳水的小平台已經筑好了，就等着演员的表演了。不仅不會反彈，反而會表演高台跳水。這第二個，房價回到以前高點尚需时日，我覺得這是不可能。就是2、3、4線城市就不要想着什麼房價還回到高點，就不要有這個想法。高點在哪兒？回哪兒去？一線城市個別的地方有可能回到高點，但是就是一線城市絕大部分地方它也回不到高點了，至少這幾年回不到高點。我覺得它就是亂在這判斷。為什麼？因為就一線城市為例，它有很多不利因素還沒有釋放出来，這個大鐵錘砸下來還有很多路要走。你比如說第一個，小孩變少了，這個現在你幼兒園是肉眼可見的，入園的小孩越來越少，而這些小孩3年以後就要買学区房，這人的，對吧？呈20%、30%的下降，意味着3年以後買学区房的人基數就在下降。再加上很多家长已經對学区房祛魅了，反正孩子考上了也是送外賣，你逼他干什麼？一旦祛魅，所以說学区房的溢價要泡沫要破灭，你這個才到哪兒呀？是吧？所以說这些經濟學家閉着眼睛在那兒胡扯。第四個，他說一些領先指標開始改善，這是目前最積極的信號。什麼領先指標啊？他說雖然市場整體仍然偏弱，但一些領先指標已經開始積極釋放信號。先是庫存，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已經連續幾個月同比下降，說明庫存壓力開始緩慢釋放。所以經濟學家他不分析庫存下降的原因，就庫存緩慢下降原因是因為開發商都在 ICU 病房裡面在那倒氣，他哪有錢就蓋新房子，也不拿地，对不对？人家在那續命，你新房子蓋的少了，導致庫存在緩慢下降，不是因為房子蓋的挺快，買的更快，對不對？我們買的一個人進去買4套，把那房子都買掉了，你這種的叫健康是吧？你是因為蓋的房子少了，所以庫存在緩慢下降。換種說法，你全國開發商都把房子停掉，不准蓋了，一套房子不讓蓋，你庫存保證在降，這有什麼稀奇的呢？這能說明什麼？是吧？所以說這些人我不知道他怎麼分析的，我不是專業人士，我也搞個七七八八的明白了。其次是二手房掛牌量，這是去年10月份以來，一線城市掛牌數量逐步下降，部分城市掛牌房源明顯減少，掛牌量下降本質上說明市場預期正在發生變化。一部分業主開始認為，未來不需要再繼續降價出售，市場信心正在慢慢修復。這個也不能這麼說，掛牌量下降是因為那個想賣的人先賣掉了，因為他們着急，他們急着要錢用，或者他們要把錢提出來變成綠票子，所以他們願意降價。這些人因為他急着錢用，或者急着把它變現，他掛出來賣的了。那剩下的人目前還沒有到這個急於變現的地步，他沒有什麼壓力。所以他說覺得現在賣虧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他房子他也沒空着，他是出租，這老婆小孩在出租的狀態，一個月租金比如2000，還可以，他也沒有經濟壓力，不急着要錢，所以他就觀望這種人。但是隨着下面經濟越來越出急下行，有很多人就會遭遇到一些波折，也就是說明天和意外不是哪個先來，意外來的是需要錢，他就要賣房子砸盤。这個馬官員說，更值得關注的是，這個《求是》雜誌再次強調，要加快居民資產負債表，着力穩定房地產市場。按照馬官員這觀點，那《求是》雜誌辛苦一下，再寫2篇吧，那不是更穩了嗎？因為寫1篇就管用，再寫1篇不行，再寫8篇，給小編加個班。
发點加班費。說實話，這文章我一天寫一篇沒毛病，這就管用是嗎？最後馬國元說，他說3個結論，哪3個結論？他說我認為中國房地產市場已經逐步進入這一輪調整的底部區域，全國房地產繼續大幅下跌的空間正在收窄，但接近底部並不意味着馬上進入新的牛市。目前供給端仍然偏弱，開發投資還沒有恢復，大多數開發商的資產負債表仍然沒有修復，全國絕大多數城市仍然處於調整過程中，市場真正企穩還需要時間，也需要更有針對性的政策扭轉居民預期。第二個，未來房地產市場最大的特點不是普漲，而是長期分化。真正能夠持續恢復的，包括一線和強2線在內少數城市，以及這些城市裡面的優質地段和優質樓盤能夠持續恢復。它不是一線城市不已經穩了嗎？怎麼還要持續恢復？大量普通城市、普通樓盤未來可能將在較低水平運行較長時間。第三個，他說我認為最重要的一點，回顧國際經驗，一個國家房地產市場從見頂調整到重新回到一輪高點，大多數都需要10年以上。中國房地產已經進入這一輪調整的第6年，因此我不認為未來幾年會出現全國房價普遍大漲的行情，但是少數核心城市率先完成築底並進入新的修復週期，我認為是完全可能出現的。未來中國的房地產不再是全國一起漲，而是核心資產越來越值錢，普通資產持續分化。未來的房子會越來越分2種，一種是具備資產屬性，能夠保值甚至增值的房子，另一種則更多是只滿足居住功能的房子，也就是有的房子只有住的功能，有的房子是有住還有金融屬性，这意思。马国元的說法倒是有可取之處，但是他好的想法還是稍微顯得有點想當然了。什麼國際上10年一個週期，我們已經6年了，那還有4年，我們的房價創新高，回到前期高點。怎麼說？我在以前節目說過了，房價回到高點，看你怎麼說。因為房子跟房子已經不一樣了。高點是2021年那個高點，那個時候蓋的房子，它已經變成老房子了。你再過10年，那是2031年，2031年就在那個附近蓋一套房，那個住宅，它怎麼比那價格？你2031年蓋的那是第5套，是更好的房子，對不對？而你2021年的房子差不多也快成为老破小了，那2個價格怎麼比？对吧？你那個新房子買100平米送你100平，那老房子是以前的那種容積率、使用面積、建築面積，這麼算，2個沒法比。如果刨除這些因素，大概率是回不到2021年。所以咱們一直強調要以消費的心態去看房子，一定要扭轉這個觀念。一旦你用消費的心態看房子，你就不在乎它漲還是跌，對吧？愛漲不漲，愛跌不跌，對不對？你是消費嗎？我一直說那奔馳、寶馬是吧？那寶馬5系那以前也50、60萬一輛，對不對？你買這個，你這把車開出去就貶值了，開出 4S 店，第2年貶5萬，第3年貶10萬，你在乎嗎？為什麼現在花個50萬買個房，你天天在乎？把心態搞好，不要老想着漲了。放棄那種幻想，放棄那種說我買個房子，過若干年把它一賣，淨賺100萬、200萬，老有這想法，老是想着不勞而獲，不要這個想法。你就是消費，就是有錢，我買得起我就買唄，買不起我就租唄。這些經濟學家在這兒本質上還是在炒房，還是在忽悠你去接，接完了之後他好跑，本質上就這個。那些天天唱多的那房產中介就巴不得你趕緊買，買完了之後他好解套。他們的房子他當時是800萬買的，現在跌到400萬，他想700萬賣給你，他稍微少賠點，就這個態度，能賺點更好。如果你傻夠傻，你800萬把它買了，他解套了；你900萬買了他的，那他還賺100萬，簡直就跟巴菲特一樣了。這無非是忽悠你去接他的盤，接的就大家都去把眼一閉進去買。都要漲嗎？實際上就是這種心態。所以我們普通人不要老想着房子漲賺錢，也不要在乎房子跌，消費的心態去買。買完之後漲了，你固然高興，但是你就那麼一套房子，你不能因為我漲了我就把它賣掉，賣了之後你還不得買房嗎？那房價都漲了，對不對？你賣了它有什麼用？你说你不要房子是嗎？
換城市可以。你說在北京，我買了一套房，住了10年，到时候我退休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愿意在北京待着，我要去鄭州。你這個時候你才會把這房子考慮賣掉，去鄭州買一套。是這種，否則你就這麼一套房，你說這能去幹啥？太喜歡炒了，就那麼一套房也要炒，這種要不得。我還是那個觀點，凡是今年打着為孩子上學旗號買學區房的，老婆小的，明年就要哭，後年就哭得更厲害，不用懷疑。看完馬官遠，我們再看看媒體報道，《經濟觀察報》它30號刊登一篇報道，叫豪宅入市節奏變慢了，這為什麼呢？文章說，他說從北京地鐵14號線北工大西門站 A 口出來，不遠處便是什麼雲頌雅園項目。6月22日上午，項目銷售人員介紹，售樓處已於6月19日開放。北工大西門站 A 出口，我回憶一下，那地方我應該挺熟的。以前那地方不是雙龍嗎？雙龍在北工大的東邊，那北工大的西邊是好像蘋果園。那条路一直往西走，不是往北走，那就是什麼现代城，什麼那挺高的楼，那啥了。我看北京日報還發了個通知，那個地方離胡锡進老師家不遠。胡锡進老師不知道有沒有目睹下午6點鐘的時候，是不是親眼目睹了？這很難說。咱們言歸正傳，客戶驗資300萬可參觀樣板間，並在開盤後享受99折購房優惠，但開盤時間尚未確定。在北京取得預售許可證但未開盤的項目不只是這個什麼雲頌雅園，位於海淀區的瑞景家園項目，今年1月、2月和4月分別取得預售許可證，至今未開盤。銷售人員表示預計6月底開盤，但具體時間未確定。類似情況並非北京獨有，上海、廣州、杭州等1、2線城市同樣曾在拿地後長期未開工，延遲申領預售許可證，或取得預售許可證後遲遲不開盤的現象。經濟觀察報不完全統計，截稿前僅北上廣深5個城市，此類項目已超過10個，原因比較複雜。說一位大型房企區域負責人告訴經濟觀察報說，部分項目延期入市與規劃調整有關，部分受產品設計優化影響，還有一些項目正在完善細節，也有項目因前期續客情況未達預期而推遲開盤。實際上這才是真正原因，也就是前面預熱了好長時間，發現反響不行，這一開盤就要露餡兒。這些項目大多位於核心城區，土地成本較高，且以豪宅為主。這個雲頌雅園預售均價13.4萬元每平米，瑞景家苑預售均價12.5萬元每平米。上海徐匯的叫恆富地塊，樓面價超過20萬每平米。雲頌雅園位於北京市朝陽區松玉里板塊，處於3環與4環之間。松玉里區域以老舊小區為主，當前二手房掛牌均價普遍在4萬元每平米，部分高端項目如山水文園掛牌價約為7萬元每平米，也就是他賣13萬，那確實有點貴。在當地，該負責人介紹，他說2年前其所在企業在某一線城市獲取一宗板塊內10年來首次出讓的住宅用地，並導入成熟產品體系，項目快速入市，首開續化率超過70%。但隨後在同一個城市另一個板塊複製這一模式時卻未能奏效，新項目僅有200-300套房源，開工後隨即開始續客，但半年時間仍未積累足夠客戶，不得不多次推遲開盤，就是沒人認，你怎麼吹沒人買。與客戶溝通後，他們發現購房者顧慮主要集中在2個方面。第一個，擔心房價下跌。過去幾年，不少項目出現早買貴、晚買便宜的情況，部分現房價格甚至也比預售階段低出10萬元乃至上100萬。第二是擔心交付品質縮水。此前，部分豪宅項目出現減配交付現象，導致二手房價格明顯回落。受此影響，不少購房者對樣板間展示和銷售承諾保持謹慎態度。看房人數不少，但成交轉化率偏低。多數城市房地產項目拿到預售證時還處於主體建設中，購房者除對爛尾、降價、交付減配等方面的擔憂，對期房的購買意願不強烈。
這也是這些稀缺地段豪宅不好賣了，至少北京是这样子。你看推迟温室，推迟主要原因就是续客，没有那么多人有意向，这已经说明问题。你一套房子100多平，13万，那至少得1500万、1200万这样的价格，有几个人能买得起？所以他能不仔細去比對嗎？慎重考慮。所以這一方面反映這些所謂的稍微的豪宅或者改善型的，也現在遇到壓力，賣不動。我的印象中，那附近有個叫珠江豪庭，還是叫珠江帝景，還是叫什麼珠江綠洲，反正珠江什麼的，在那附近。那是2003年、04年開盤的時候，就20多年前開盤，7000一平米。我有印象，去看過房。你現在14萬、13萬，漲了20倍。當時那個盤也是豪宅，應該有好多北京人知道。那時候開盤是7000，我印象中。你現在，對吧？漲了20倍啊，也是豪宅，漲20倍。工資漲到20倍了嗎？所以賣不動正常，收入漲不過房價，那泡沫遲早是要破的，這個道理也比較好懂，早晚的事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